台南市消防局推出1億2千多萬，加上中央補助2600萬，各買16隻新式消防車，包括着1隻救助器材車、7隻水庫消防車以及8隻水箱消防車，攏已經完成驗收，正式服務。不管是救災救人，都是分秒必爭了。除了我們同仁的專業之外，我想這些器材設備等等，一定是要符合現在這樣子的一個災害的一個需求，才能夠做最有效的一個所謂的緊急的救災。車輛依照各分隊實際勤務需求量身規劃，由第一線使用單位專程參與隨車配備、車輛規格以及內部空間配置設計，全面提升災害搶救效率甲作業安全。水庫消防車會當大量供水，水箱消防車有快速出勤優勢，特別適合佇咧市區火災搶救。那這幾年我們消防局在消防署的諸多的一些考評，不管是消防的預防，或是這個救助，或是所謂的醫療，包括特收等等，其實在各方面的一個評鑑上都獲得全國的一個特優，所以我們消防局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團隊。市府將持續積極編列預算，同時爭取中央專案補助以及民間資源，加速台灣使用年限超過15噸老舊消防車輛，導到建構更完善現代化的救災裝備體系，守護市民生命甲財產安全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